我今日咧特登帶我啲仔仔嚟睇《萬王之王》嘅呢個聖誕節，會再帶佢睇多次，好想佢哋明白聖誕節真正嘅意義啦。成為一個偉大嘅王係唔需要拎劍啦，係需要去原諒啦、幫助啦，同埋相信咯。我冇諗過係咁感動，配埋音樂啦，再加埋粵語嘅配音啦，其實啦係好似一個全新嘅故仔去睇、去認識、去感受。你哋一定會好中意睇《萬王之王》12月20號戲院見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我而家失陪一陣先啊嚇！我先係亞洲王啊！快啲同我落嚟啊！一位真正嘅王！你根本唔係亞瑟王啊！齊斯，你要同佢講一個關於原諒嘅偉大故事。可唔可以趕隻貓出去先啊？我哋呢個故事係要由2000年前講起嘅。當 BB 耶穌降生到呢個世上嘅時候，等陣，咪住，暫停先。古仔同君王冇關，我就冇興趣聽啊。呢個正正就係講緊一個萬王之王嘅故事。裏邊有天使啦、邪惡嘅國王同埋奇蹟。你睇下幾多嘢啊！即係你想聽埋個古仔咧？咁不如我哋途中幫助耶穌啊！呢啲食物根本唔夠分俾所有人噶噃。希望可以幫到手。睇下，嗰邊好似有啲嘢啊！唔使驚嘅，對某啲人嚟講係奇蹟，但係對於另外一啲人嚟講就係威脅。咁就令啲百姓倒過反對佢。捉住佢！我哋唔可以幫佢咩？可以，但係唔係你諗咁樣。多謝你啊，爹哋。時候到啦。如果呢個係上帝嘅旨意，我會接受，你哋都應該接受。即使係王，都可以服侍佢嘅百姓。只要有信心，你就會變得比以前更強大。呢個係一個偉大嘅故事。